你知道嗎？中國有句古話叫富不過三代，意思是財富很難傳承三代。但是現在有一些中國企業家們正試圖打破這個宿命，他們在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但是你知道他們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嗎？並不是單純的稅務規劃，而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事實上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。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近年來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但是，制度的限制和銀行的審查又如何呢？中國實行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，個人與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皆需符合嚴格的審批與報告機制，因此任何大額跨境資金的轉移，無論合法與否，都會被放大審視。如果你也正在面臨這些問題，不妨和我一起探討中國企業家的出海戰略和制度挑戰。只要點擊下方的訂閱按鈕並開啟小鈴鐺，你就能及時收到我的最新影片。了解更多關於資產配置和家族信託的知識和策略。謝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見。